只要我们通称我们都称那个只要有使用妈或咪的我们都叫做妈型动词，或者是咪型动词，我们都会这样称它。哦，那这个是构完词之后的统称。就是构完词之后，就是妈加词根，咪加词根，构完词之后，我们都会这样称它啦，就是咪型动词、妈型动词，我们都会这样称。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妈型的这个然后后面加形容词的这个词根一般来说，通常我们也叫它妈型动词只是它的词根是形容词这样子那妈型的这个前缀加上形容词，它会产生的这个它的意义就是下面这个，就是它出现的这个意义，可能就是人的状态就是人的状态那或者是自然的现象，这样通常就是这两个。比如说马拉鲁有没有？拉鲁就是形容词嘛，那就是形容人的一种生理状态就是很忧伤这样子，或者是也表现他的心理状态这样。马克森有没有？这个都是人的状态。像现象的话，比如说像东西干掉、埋葬，有没有？它也不是人，它也不是，它就是一个，诶，被风干或者被晒干一个物理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叫做自然现象所以通常妈加形容词的话，都会表示这个状态跟现象，这样。好，希望大家理解我就是重复再讲一次这样。好，那我们就一样我们的方式都是一样，就是上课的模式都一样，都是一样要写，要练习写那这边我再稍微提醒一下我们前面我们讲到就是妈型动词，如果是呃使用名词词根，我们之前都是用名词词根嘛，或者是动词词根，那它的通常都是它是一个动作比如说呃，像那个我们常讲的那个，然后是名词嘛，然后就是吃中餐嘛，然后它是一个动作。好，那拉型的话是形容词的话是状态，不过这边也会有差中文的翻译会有差像名词或动词的话，还记得吗？你们可能那个 PPT 要往前翻哪边不一样，这边会不一样。形容词的话，可能会有曾经类，像这个妈妈 namarorai，这个我们就翻成曾经类。如果是像名词的话，马拉 h 没有，马拉 h 度有没有？吃过了没有？变就是在过去简单式这边如果是拉 h 马拉 h 度，就是吃过过去简单式，所以那个中文翻译上有一点偏不一样。而进行式也是，像我们马拉好盖有没有正在吃？那这边是马鲁拉亚是一直一直都累一直累这样子就是持续这个状态一直累，所以中文翻译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这现在简单，未来简单，然后完成式的那个翻译方法都一样，只有过去式、简单式跟进行式这边会有不一样。好，大概提醒一下好，这个是我们进行到这个妈型动词使用形容词词根的这个练习好，那一样我们就准备了准备练习。那
形容词词根，好，我再提醒一下，形容词词根。那我先说一下哈，为什么一定要形容词词根？你可能会这样问啊，那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练习是使用形容词，然后在中文翻译上会怎么翻，这样我们是在练习这个哈。好，所以就稍微配合一下哈，形容词词根哦。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形容词的话，你用想一下，就是说前面加个非常，这样就可以判断哦。像高有没有非常高啊？它就是形容词。那中餐非常中餐就不对了嘛哈，所以这个中餐就不是形容词哦，就这样的方式去自己自我判断一下哈。好，我们进行到这个句型4，就是第4个时态进行式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公式，就是它的这个句子的结构，就是妈，然后词根后面加 I，它的时态在词根的后面哦。那好，主词，然后当下的时间我们阿尼尼也可以，伊马蒂尼也可以哈。那我好像有讲过，阿尼尼指的就是现在或者是今天一整天这样，它的范围会比较大。如果是讲伊马蒂尼的话，是立刻、即刻这样哦，所以它可能就是前后几秒钟的这个范围这样子。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就使用这个阿尼尼。好，那一样哈，用这个方式哈，就是构词组，然后两句，肯定句跟否定句哈。啊，我一样是使用这个 rurai 哈，我前面3个都是使用 rurai 嘛。好，那如果我们要说哈，我先讲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如果我要讲说，我今天一直都累，哦，我今天一直累，那我要讲的就是我的个人状态嘛。我今天一般来说好像我看前面有人写，这个好，一般来说在简单式里面哈，不管是现在、过去、未来，在简单式里面通常讲的就是在描述一件事、一个事实这样，或者是一个习惯、一个现象这样。那如果我要说我今天一直很累，或者是我今天呃一直都累，好像不太熟。一直累，一直疲劳也可以哈。要怎么说哈？那这边的动词是什么？其实累是形容词嘛哈，累是形容词，但是它是妈型的，妈型的，那它结构之后它就会变成妈型动词哦。我刚刚前面有讲过了哈，所以我们要去构词的就是这个累。如赖的话，它是妈型的形容词，所以我们就用构词，我们就是 marurai，就变成表示状态的一个妈型动词哦，marurai。那词组呢？词组就是为了要把时态放上去哦，先构词，然后词组就是为了要把时态。那现在是什么时态呢？现在是进行式嘛，所以进行式是把这个词根后面再加一个时态，这样爱，是 marurayai，一直累啊，一直都累也可以哈，marurayai，一直都累，一直很累这样。好，那词组完成之后，我们就去结构这个句子哦，就把肯定句的话，就 marurayai kaku，哦，啊你。就时间放在后面哦 Maruraya kaku anini，我今天一直都累。这个很简单哈，肯定句。那你待会练习要写很复杂也没有关系哦。Maruraya kaku anini，那当下的时间除了 anini 也可以，那还有什么可以方式？嗯，好像就是这个了哦。好，看看我们有没有别的方式哈。然后那否定句呢？否定句
就要有一个否定词，否定词的话就是za ai。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练习里面，否定词要先放在最前面去哈。所以那这个时候把这个时态哈，把这个爱这个时态跟着这个否定词放在一起，za ai，za ai，然后再加一个爱，za ai，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字哦。中间有一横，表示它是同一个字哦。在 ai，然后呢，否定词的话，在 i 后面的妈要变嘎哦，咪的话变 b 这样，所以变成妈嘎哈，妈变嘎，所以在 ai 嘎如来，所以这个嘎如来本来是马如来，变成嘎如来，这个也是同一个字哈。好，在 ai 嘎如来，在 ai 嘎如来嘎咕啊你。在 ai 加入了一个过，你就变成中文翻译就多了一个不而已。哦，我今天一直不累。哦，好，这个是进行式哦。那我们就开始练习吧。那我们一样还是鼓励我们的学员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它写出来哦。这个7个时态，几乎在我们的族语里面都是常常讲的一个方式。那因为为了这个我在教的方便，所以7个时态我都不会变那个词根，我使用的词根哦。那各位你也不用变，没关系哦。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去把这个时态的用法跟中文翻译把它搞懂、搞熟，这样。好，那就等各位的这个 PO 上来的文字哦。两句，老师，两句都要写在一起吗？哎，肯定一个，否定一个哈。我们之前是先上完肯定，然后再全部上否定嘛。你读3个。哎，我们这样比较就因为可以对照了，可以两个对照。还是。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拉的外国法鲁珍尼阿力阿尼尼阿力的心情今天一直纷乱，在嘎罗外国法鲁珍尼阿力阿尼尼阿力哥的心情今天一直不纷乱。好，谢谢 Alex。好，Alex 使用的这个词根呢是 rao， 哦，在信息栏这边好 rao 就是很乱的意思哦，马绕绕纷乱，对，就是很情绪很杂乱的意思哦。好，所以它的构词就是要让它变成妈形动词，就是加前缀嘛，马绕绕，哦，这个就是构词。那它的词组呢，就加时态，马绕绕歪，就是一直纷乱，一直很乱啊，一直很乱。好，那它的构句呢，肯定句就是马绕绕歪过法鲁转你阿力啊你啊阿力的心情法鲁转他的心哦，一直阿力的心情今天一直很乱啊，也可以哦。好，那否定句中文的话就多了一个不而已啊。那这个 Alex 的这个否定词后面就没有时态哦，就是在哎呀嘎绕绕这样啊、好，我订正了。在哎呀哈，这是时态变成放到这个在爱那边哦，在哎呀嘎绕绕，所以那个马绕绕变成嘎哈，在哎呀嘎绕绕古法罗转你阿力啊你这样，或者是啊你阿罗米亚这样也可以哈。通常其实这个阿尼尼哦，
它可以讲现在，就是我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时间，那没有说这个当下，当下是我讲那个伊马丁尼哦，伊马丁尼就是现在可能就几秒钟的这个时间这样。那阿尼尼就指现在，可能就是我们从刚刚20分钟到后面20分钟，可能都是指现在哦。那也可以指一整天啦，也可以指一整天。那如果说阿尼尼阿罗米亚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哈。那其实阿尼尼也可以称为今天了。那要写罗米亚或没有写，其实都可以。好，请 Alex 来念你的那个修正好了。好，在阿里嘎拉古法鲁镇，你阿里阿里尼阿里的心情今天一直不纷乱。好，谢谢 Alex。在阿亚嘎绕绕古法鲁转你阿里阿尼尼啊，在阿亚嘎绕绕古法鲁转你阿里阿尼尼。好，那我们请巴鲁斯来念你的例句。我懂。哎，其实都Larum悲伤，马拉鲁麦一直感到悲伤。马拉鲁麦嘎古安妮妮，我今天一直感到悲伤。Saya Larum嘎古安妮妮，我今天没有感到悲伤。好，谢谢巴鲁。好，巴鲁的词根一样也是形容词哈、哦，不管是绕绕或者是拉鲁都是形容词哈、哦。然后构词就是马拉鲁姆啊，马拉鲁姆就是也是就是悲伤的意思啦，就是一种人的状态啊，心理状态、情绪啊。那子主就是加上时态啊，马拉鲁麦，那一直悲伤这样。那这个一直感到悲伤，其实这样翻当然也没错了哈，是没有错了，因为这是一种感觉嘛，我感觉很悲伤嘛哈。那不过这个是比较修饰的这个中文啦，哦，那我们只要讲一直悲伤就好了哈，马拉鲁麦一直悲伤就好了哈。好，这肯定句呢，马拉鲁麦个古安妮妮，好，我今天或者我现在感到悲伤，这样就可以了哈。一直悲伤也可以哈，一直悲伤。好，那否定句呢？在阿耶嘎拉隆嘎古安妮妮。好，这个我们看一下 PPT 哈，那个构词是马拉隆嘛哈，然后因为否定词，所以变成妈变嘎。这个嘎拉隆，那个巴洛嘎拉隆是同一个字哦，它是合在一起的。呀，嘎跟拉隆是合在一起的。字对，但是要合在一起。在阿耶是对，嘎拉隆有没有？哎，马一恒说啊，告，我修正一下，对，我那个过这是连在一起的，知道？对，不能分开哦。如果考试你忘记写哦，就错了哦。我那个过我太快了啦，手机老到什么？好，没关系哈，我们就慢慢来，没关系。我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我那个过。哎，好，那要我看一下，好，请努过了来念你的例句。好，Matuka ai ka ku anini，我今天很懒惰。Saya ka juga ka ku anini，我今天就不懒惰。好，谢谢努过了。那努过的词根是读嘎哦，懒哦，懒惰。那是形容词，好，所以构词的话，我们叫做读嘎，讲的就是人的一种状态哦，很懒，嘛读嘎。那时态的话，
词组啊，词组要加上时态嘛。马杜嘎爱，好，马杜嘎爱就是一直很懒，一直懒惰。那肯定句呢？马杜嘎爱个关你，我今天很懒惰，我今天懒惰。那因为我再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进行式进行式的时态的话，所以我们在中文翻译可能就是要强调一下那个进行式，可能就要加那个一直都该个关你我今天一直很懒，这样子我今天一直很懒，或者我今天一直懒惰，这样子那因为有加一直的话，就有那个，就是说，我现在这段时间就是现在或者是说今天，都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一直所以我们叫做进行式嘛，懒惰这个现象就一直呈现出来，这样子好，那否定词的话一样就是在呀嘎杜嘎，所以这个嘎跟杜嘎是合在一起的在呀嘎杜嘎嘎古阿尼尼，我今天一直不懒惰，这样子记得有进行式的话，我们的翻译我们就讲就用一直这样嘛。好，对，好，把 Ruth 的只是把那个我更正好了。好，那我们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马叔叔爱，马叔叔是形容词嘛？就是还好。马叔叔爱过敌人你本来阿尼尼，本来现在身体很胖。在爱叔叔过敌人你本来阿尼尼，本来现在一直应该是不胖还是很胖？否定词的话就不胖嘛。不胖，好，我这边打错，一直不胖，所以我这边打错了，应该是也不胖。对，我先说一下我先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肯定句、否定句都是使用同一个词根嘛，可是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很不顺，就像秀兰姐就是好像怪怪的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在练习，因为我们是用同一个词根所以我们是直接从肯定变成否定，有时候变成否定又怪怪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重点就是去练习那个肯定句怎么造句，怎么翻，然后否定句怎么造，怎么翻，这样主要是要练这个啦。那不顺，中文不顺就没有关系中文念得不顺没有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秀兰姐的词根就是苏男士群的话是 SU 嘛，苏，没有喉舌，加上爱，苏，加上爱。好，那这个构词的话就是马苏苏就是讲的就是人的一个生理，也是生理现象很胖，就是说他很胖，马苏苏。那加上时态呢，马苏苏爱一直很胖，一直都胖，然后一直胖这样子那这一句这一句可能会很怪了，但是没有关系就比如说班奈今天一直很胖班奈今天会不会怪怪的？对呀，那有这样没有关系啦，因为也有可能只是说你给了怎么说出你了？构词这个句子的结构是没问题啦，就说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意思，但没有关系我刚刚已经先打针了嘛，打预防针，就是说我们要练习的是这个句子的结构了那有时候也可以像比如说我在演戏我在演一个胖子对不对？
他今天都是胖子啊，也身体老师也是可以了，因为很久没有对看到他啊。如果突然出现了，哎，你今天怎么很胖啊？大家都意识了，意思啊，所以我有稍微用那个处境去，就像我上次讲的嘛，就去结构一下那个情绪，就有了。真的是kalau kisah 啊，人家说你我们是suka什么来多变成这样，那都加很多词。那如果这边的话，像秀兰姐这边的中文翻译就写巴奈的身体，这样哈，巴奈的身体现在一直很胖，这样哈，巴奈的身体，巴奈现在的身体，我想还是用那个巴奈的身体在前面，然后现在一直胖，一直很胖，也可以，对。那如果是否定词，在个叔叔古的。敌令，哎，你们叫敌令哦？敌人。哦，我写错了。好，saya ke susuku direng panai ini， panai 的身体今天一直不胖哦，这个当然也很怪了，但是没有问题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是想办法去翻译。用我们现有的这个句子去翻，那先不管合不合逻辑哈。好，巴奈的身体现在，或者是巴奈的身体今天一直都不胖，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这个进行式就是这样子哈，一定要有这个一直哈，去呈现它是现在进行式的这个感觉哈。我再说一下哈，我再回头想，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进行式是都讲正在，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讲说巴奈的身体现在正在胖，对不对？因为这个正在的话，一般的话都是讲行动，有那个行动的时候动作。那因为这个是状态，所以我们都用一直这样子哈。所以稍微记一下哈。我们待会后面可能第二堂课我们就开始复习，就是把它搞懂这样子。好，我们就进行到这个句型5哦。好，现在完成式啊，现在完成式。那我的词根一样都没变。现在完成式的时间的表现方式哦，就是从过去的一个时间一直到现在当下，哦，从以前到现在，那不管多久以前哦，1个小时10分钟你都要哈，从以前的时间到现在，好，然后这个是时间的表示哈。好，那时态它怎么去表示呢？就是一样，就是爱后面词根后面加爱，然后再加一个 hope 这样子哈。好，如果我说我们直接就构词了哈 ，marurai 这个样哈，变成这个妈型动词哈 ，marurai。好，词组呢，过去完成式哦，现在完成式哦 ，maruraiyahu。其实我们可以就慢慢背哈 ，maruraiyahu 现在完成式。好，那肯定句呢 ，maruraiyahu kaku。好，时间呢，从过去到现在 ，nanoihoni taanini， 然后 maruraiyahu kaku nanoihoni。ihoni 就是刚刚taanini 直到现在，这样哈。我从刚刚到现在还在累哦，还在累。好，否定句呢？否定词一样哦，把那个时态词根后面的爱跟 who 放到杂爱那个地方。不过呢，只有爱跟那个杂爱合在一起哦，杂爱呀这样哈，杂爱呀，然后那个 who 是独立的，杂爱呀 who 哦，也就是说把那个
马鲁来耶呼的那个哀呼改到那个杂爱那边哈，杂耶呼，然后妈变嘎，杂耶呼嘎鲁来，哦，就变成这样哦，杂耶呼嘎鲁来个咕，以后你打哈你，我从刚刚到现在还不累哦，还不累，所以这个中文翻译稍微肯定跟否定的中文翻译稍微有一点修饰了，肯定是还在累。那到了这个否定的话，就是还在不累，那个在就把它省略哈，还不累，这样的。我从刚刚到现在还不累。好，就这样说明完了，这个是现在完成式啊。那我们就继续吧，继续来练习啊。现在完成式。像我们刚刚的进行式也好，或是现在的完成式，那个还在跟那个都哦，可以替换的，就是说为了要让中文的翻译可以顺一点，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字有一些意义哦，可能用都会比较好。那所以你自己决定看用都还是说用还在这样。那如果说讲累的话，我从刚刚到现在还在累，所以还在会比较适合啊。我从刚刚到现在还在累，否定句呢？我从刚刚到现在还不累，这样。所以这个，所以它是可以换的哈，看你要用都还是或者是还在。我们直接学两句的话，会比较上的会可以，因为可以对照了，也可以比较不用再重复讲一些东西这样。这个时间的表示哦，我之前有讲过了，反正就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样的。那这个记得它是当下哈，没有超过现在哦。从昨天到明天没有到当下。我们也可以用时间呐。那诺在读给达哈读入读给，也就是说现在就是3点。如果这个达哈你用时间来表示的话，那这个时间就是现在的时间。好，哎，我看一下谁先。好，好了，你念你的例句了。我怎么办？我还没看，你先念念看。拉鲁悲伤，马拉鲁麦后还在悲伤，马拉鲁麦后嘎古南鲁后你南鲁以后你打哈尼尼，我从刚刚到现在还在感到悲伤。在以后嘎拉鲁嘎古南鲁以后你打哈尼尼，我从刚到现在啊，写错了，我忘记写没有，等一下更正。有啊，哦，有，好，等一下更正。等下，好，拉入一样哦，就是词跟拉入嘛哈，那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它的这个肯定句哈，马拉入麦后嘎古，哦，那诺以后你打你一样啊，从刚刚到现在啊，马拉鲁麦后，我还在难过，我还在悲伤这样。那否定的话呢，
Zayaihu kararum. Zayaihu kararum kaku nanuihoni tahanini.好，接下来，好，我们接下来请 Alex。Malalawaiho ko parujeni alik nano inajira taha anini nao hani matakawai to ko baisu nina inajira。alik 的心情从昨天到现在都还在纷乱，因为昨天他的钱被偷走了。好，在爱ho galalo ko parujeni alik nano inajira taha anini nao hani apasangai no tairin jinna mikirin to baisu nina anini。阿力克的心情从昨天到现在都还不纷乱，因为现在他正在被警察帮忙寻找他的钱。好，谢谢 Alex 哦。好，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专注去看一下 Alex 哦。就是说这个细节蛮多的啦。那我这样说就是你看像我们 PPT 虽然是这样规定嘛，这个中文翻译，那如果说我们在写文章，或者是要做翻译，我们当然就可以把这个中文可以再修的再更美化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意义是对的就可以。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Alex 的他的练习一样，它的这个词根就是绕绕那现在完成式的这个词组的话，就是马绕绕外后马绕绕外就是还在纷乱还在就是思绪很杂乱这样。马绕绕外后，古法鲁转你阿里那努伊那奇拉从昨天直到现在阿里的心情古法鲁转你阿里阿力的心情从昨天到现在还在纷乱。好，那为什么呢？那因为matagawai ku matagawai ku 那叫昨天嘛那还matagawai 是您那其他对我们来看一下，它是用这个它的第二句matagawai do 它是使用这个什么过去完成式嘛matagawai do 所以这个你直接两句都完成了，现在完成跟过去完成。我多加一个 I， 我那个坏习惯没有改掉，我等一下改一改。可是你看一下过去完成式，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所以你这个在这个结构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昨天阿力的钱被偷嘛，已经被偷了，对不对？好。马达高歪度，因为马达高歪度就是已经，我看一下不过因为这个是咪型的这个打告是咪型的，那马打告就是被偷我看一下被偷的这个马达高外那这样的话要变成那个不对，会变成要马嘎达高
马达高多就好了，爱就不要。就是马达高度，对，这样比较合文法。那如果是那个呢？等一下，马达高度被偷了，马达高度败诉，宁来那吉了。好，那就不要那个爱就好了。马达高度败诉宁来那吉了，这样子好。好，那我们这边做一个修正，就是那哈尼马达高度败诉宁来那吉了。因为昨天，因为白素应该是他的钱在昨天被偷了，哦，因为马达高度被偷走了。好，那否定词呢？否定句，在后嘎绕绕古法律转，这个就比较没问题哦。在后嘎绕绕古法律转，压力难努那其他大哈尼尼这样。好，那后面的那哈尼，好，阿力的心情从昨天到现在，一直不纷乱不杂乱，他的心情不杂乱阿力的心情从昨天到现在一直不好意思啊，不是一直啦，都还在还不纷乱都还不纷乱好，可以。好，那为什么呢？因为那喊你把三爱又有一个爱把三爱no tairing jingra mikirim to paisuningra anini matakawai mapasangay no tairing mapasang no tairing anini 现在是我看一下。因为现在他的钱因为现在他被警察帮忙找他的钱中文翻译是没问题中文翻译没问题。那喊你mapasang no tairing mapasangay no tairing， 其实这个爱也不用好。mapasang no tairing， 我改一下。对。因为我们讲就是现在简单式嘛，因为现在简单式就好。Pasangay no tairing singra amikirim to paisu ningra anini。好，这个是 Alex 那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学员参考一下那这个，因为这个也就是蛮生活化的一个句子那可以给我们脑力激荡一下。好，我们再来请这个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我还是用叔叔叔叔胖，马叔叔爱是胖马叔叔爱后还在胖，马叔叔爱后几把奈南努以爱要打哈尼尼，把奈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在胖。在阿亚后打叔叔几把奈南努以爱要打哈阿尼尼，把奈从以前到现在都还不胖。好，谢谢。好，所以我再讲一下，就是我们的练习的重点，就是反正你自己想什么事的时候，你就想说中文翻译应该怎么讲主要就是这个蓝色这个时态，因为我们讲的就是7个时态嘛，所以重点就是时态
所以那时态的话，哪一个时态用哪一个主语的是放在哪一边或者说用 do 还是 who 这样的那中文怎么翻？这样就搞定了就把它用对，这样就好了。好，那秀兰姐这边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它的肯定句masusu ai who 就是现在完成式的时态嘛，masusu ai who dipanai， 然后后面就是时间，男女爱要他你从以前直到现在还在胖。好，那否定词一样就是把时态放到这个杂爱的后面杂爱后卡susu dipanai男女爱要他你从以前到现在还不胖。好，Alex 的订正，等一下。好，那接下来请美玲如果来念你的例句。好。Malapit ko kaso Yuni kahanini， 我从刚刚到现在还在吃晚餐。Saya ho kalafi ako Yuni kahanini， 我从刚刚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餐。好，那没有问题如果老师这个没有问题，不过呢，为什么没问题？因为你用那个名词，我们一样是使用这个形容词词根那个 lafi 是名词嘛，对不对？所以 malafi 是吃晚餐，对不对？它是一个动作。不过我再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使用形容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我说一下，为什么那个设计课程的老师要用咪型的名词动词，妈型的形容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会有产生像刚刚的一些问题，就是像比如说像秀兰姐那个很胖，一直都在胖，就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那个表达方式那我们就是要去练习说，用中文的话怎么去翻译它会比较好，这样子那其实像妈型动词使用名词词根的话比较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它是名词，一般来讲它是动作，动作的话比较不会在翻译上会比较好翻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换那个词根的意思好，那没有了吗？OK， 那这个就是现在完成式现在完成式，我们就继续往下过去完成，好，过去完成的时态过去完成式的时态就是过去的某一段时间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那从现在之前的某一段时间都可以前面10分钟，前面2小时，过去3天，过去1个月，都是过去的那个时间的表示好，那我们来看看过去完成式的时态呢，一样就是直接在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个写错了句子结构有一个爱词根后面有一个爱，然后再加 do 现在完成的话是妈妈奈吼，过去完成是妈妈奈 do 这样的这样背好，那我们来看我一样就看 PPT， 马鲁来很累累，马鲁来爱 do 已经累了好。我们对照一下现在完成是还在累那过去完成是已经累了
好 maruraya do 好，这个是时态哈。好，肯定句呢，如果我要说我已经累3天了，加班嘛，我已经累3天了。maruraya do kaku dulu arumi as 这样的。好，那这个3天是哪3天呢？这个不管，反正就是过去的3天当中呢，我就是很累哈。那如果说比如说啦，比如说我们在对话，对不对？一般我要这样讲的话，我已经累3天了，表示你也知道是哪3天了。哦，就是我们在说话的话，那像这个句子哦，这个句子我们单独这样看，你会很奇怪，那是哪3天呢？所以我说不管。那这个主要就是说，呃，让我们知道说它是过去3天，也有可能是从大前天、前天、昨天的3天嘛。那有没有可能是上个月的某3天？也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是我们我们只要对话，我们都知道那个状况的话，就可以讲这句话。我已经累3天了，那3天哦。好，马来亚杜卡库杜鲁阿鲁米阿这样子哦。所以它其实不会不合理的，我们只要把那个情境想好就好了。那否定句呢，一样把这个时态放到这个在爱后面哈，在爱度嘎如来嘎库读入阿鲁米亚哦，在爱度哦放到前面去哦，然后妈变嘎这样，好，这个就是过去完成式。好，使用形容词的词根哈。使用形容词的词根，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大家就不要换那个词根哦，那这样就是把那个时态的使用方式，还有中文翻译，把它早一点背起来，这样背得越熟越好。这样好，好，我们就继续来练习哈。现在完成是 marurayai 妈妈奈后，过去完成是妈妈奈度。我也可以讲，像比如说时间的话，比如说我已经累2个小时了，也可以啊。杜萨达杜吉安，这样也是可以啊。其实这个还是表示时间的方式很多种，太多了哦。只有那个现在式或者是现在进行式这个部分哦，它的时间的表示比较没有那么多哦，因为它指的就是现在嘛，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有太丰富的那个时间的表示方法。那过去的话就很多种，现在完成式也是一样，它的时间的表示有很多种。只要那个后面的时间，只要是表示过去的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我举一个例子哦，看看大家的想法。如果我要特别指明过去的那个时间，比如说从10点到12点，2个小时嘛。我不要，我们现在是晚上，我们现在是晚上7点嘛。我说
是从下午4点到6点啊，我会这个马鲁拉耶杜卡库，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拿努，从几点到几点，那不就是过去的一个时间吗？其实也是可以哦。不过跟现在完成式是不一样哦，现在完成式是从过去的时间到现在，到现在啊。过去完成式的话，就是某一段时间这样的。其实这样像这个主要还是那个时态，会比较决定我们所要表达的那个意义，还有那个时间，这样。所以像我们比较一下，像这个完成式的话，现在完成就是一定是会到现在当下那个时间，所以它会变成还在，有没有？所以它翻译的话还在这样子。那过去的就是已经完成了嘛，所以它会那个妈妈安奈度这样这个是已经完成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完成了。好，来等大家的这个例句哈。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我们 Alex 的例句念好之后，我们就先休息哦。那各位你就有写好的就往后放，我们待会8点10分我们就继续接着上哦。好，我们请 Alex。係，嗱落歪到過法律遮你壓力實在禮拜，然後喊你在比基林古帶領都白蘇寧啦。阿力哥的心情已經紛亂1個禮拜了，因為警察找不到他的錢。在愛讀格勞勞古法律遮你壓力實在禮拜，然後喊你麻煩那緊啦，有機嘛古馬達高歪都白蘇寧啦。阿力哥的心情已經1個禮拜都不紛亂了，因為他知道是誰偷走他的錢。好，谢谢 Alex 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Alex 哈。一样词根就是绕绕，所以它的这个词组就是马绕绕歪度哦，马绕绕歪度。好，那我们来看它的肯定句，马绕绕歪度古法鲁转你阿力只在阿礼拜，然后好，阿力的心情已经纷乱1个礼拜了哦。那这个1个礼拜也就是过去的1个礼拜哈，过去的1个礼拜，今天之前的1个礼拜哈。那也不一定哦，反正我们现在讲说，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跟 Alex， 我们知道这个阿力的状况啊，就是1个礼拜，就是也可能就是上个礼拜哈，1周的时间嘛。那有没有可能是上个月的某一个礼拜也有可能呢？好，反正只要大家知道就好，就可以讲这样的话了，就可以讲这个句子哦。好，那为什么呢？那喊你，因为哈，在爱比基林过带领都白素娘在爱比基林都好，这个就用现在简单式就看了，在爱否定句哈，否定的这个现在简单，在爱比基林哈，所以你看哦 ，gilim 是咪型的咪 gilim，变成否定的是咪前面加否定词在爱。然后后面咪变 b 在 I beginning 过 styling 都白素宁了这样子，因为警察找不到他的钱，这个翻译如果我们讲在 I beginning 是说警察没有找他的钱，应该讲没有找不到的话，可能要不然的话就是你改中文，或者说改那个主语，对不对？因为这个会不一样。在 beginning 是
没有找，没有找。对，因为警察没有找他的钱，警察懒惰，没有找他的钱，根本不是找不到。如果讲找不到的话，在埃巴嘎达玛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哦，好，哎就是我改中文好了。哎，好，像我们词语那个主语那个达玛是指马达玛，它是妈型的哦，马达玛就是找到，或者是我丢东西打到哈，就是命中达玛哦，巴嘎达玛就是这个就要构词了哈，就是这个以后再说哈，巴嘎达玛这个要构词，所以如果说按照你的中文的话，就要讲。然后喊你在巴嘎达玛给我带领都白树宁，那就会变成这样了。所以你改中文，就是因为警察没有找他的钱。好，那否定句在 ai do 这是时态啊，在 do 嘎绕绕过发的转念，阿力是在礼拜啊，阿力的心情已经一个礼拜都不纷乱了。好，那因为什么呢？那喊你麻烦那进了。有即马个马达高诶都白水呢？好，这个打告是咪型的哈，所以我们讲偷的话，咪打告哈。那这边的话，如果你用马达高外，就你看哦，那喊你麻烦那竟然因为他知道什么呢？谁偷他的钱，对不对？有起码古咪达高外度白水呢，应该用咪。哦，对哦，好，对对对，好，我等一下，谢谢老师。好，那我们8:03，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哦。8:13我们再继续来上。好，休息一下。因为我刚刚有看了一下这个 Alex 的我还是要仔细一点去帮他做修正哦。我那个 Alex， 你可以看那个8:13这个最新的我有 PO。好，然后我们看我们就直接看，像这个我刚刚有讲说打骂嘛，打骂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射箭嘛，打骂这种或者讲发现也可以。那之前我们在上那个朱清义老师像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也是规定了，就是说那个脑含你因为虽然我们的这个中文可以连续讲，对不对？不过在主语里面这个脑含你后面都会放逗点。好。对，然后所以这个我就修正脑含你在巴嘎达玛过带领度白苏尼亚，就是因为警察没有使发现，就是巴嘎达玛，就是说没有发现到，没有找到。这个你看这个在巴嘎达玛古带领度白苏尼了，这个那个格位标记会变哦。第二个你可以对照一下，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模一样。就是那你在嘎达玛也可以直接用一个嘎达玛努带领变成努了。在一个达玛努带领古白苏尼亚，这个第二句还比较好翻译，就是因为警察没有找到，在嘎达玛努带领警察没有找到，这个是属格警察没有找到他的钱，这样子。对，那这两句是一模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只是使用法不一样，就是主格跟属格这个，对，你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个我不能再继续讲，因为会蛮多的。那我们就先这样带过。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你刚刚的那个，我看一下，就是那你麻烦那几个，然后乌吉马古这个地方然后你看然后喊麻烦那金啦，然后因为你是麻烦那金啦，
我们中文一样啊，就是可以连着写嘛。可是，在我们的主语里面，我来看一下，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讲，因为目前现在都蛮严谨的所以还是要让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要用分号我用分号就是对，意思就是说这个马凡纳金那跟后面其实是同一件事，所以它是平等的，可是没有办法连着写，因为如果你连着写它的语法结构就错了，所以把它分掉。他知道那分乌吉马古米达高外度白苏宁拉这样子，因为这个乌是我们讲是那个数格嘛，它必须要在一个句的最前面，对，不能在中间，所以我就用分号就把它分掉，这样，意思就是说它是意思还没完整，它是平行的，是同一个那个，对。马哈奈阿扎，老师这样子是不是并列？不算并列吼。并列，你的并列是什么意思？也是啊，是同一个，在一个意思，是句子还没讲完呢。可是因为为了要让它的那个这个语法结构完整，所以把它分掉，这样子，对，这样就是并列了。对。这个其实可以在网络上找那个，因为那个好像原民会有发一个公文，就是那个标点符号的用法跟它的意思啦，对，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阿美族使用的标点符号也没几个，好像5、6个还是7、8个忘了，没有几个好，对，好，那我再回头看刚刚，好，应该是秀兰姐好，那我们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句型6的，对不对？这是句型6，对，好，我想来那个章无宁，马乌宁爱都已经很脏了，马乌宁爱都过基督夏阿古只在拉里巴yan，我的车子很脏，已经有2周了。在爱都噶乌宁过基督夏阿古都萨拉里巴yan，我的车子不脏，已经有2周了。好，谢谢秀兰姐。好，乌宁是形容词是没错那马乌宁也就讲就是不一定指人所以它应该讲是一个现象其实状态现象都是可以的。好，那时态呢就是马乌宁爱度已经脏了。好，肯定句马乌宁爱度过基督夏，好，你们是讲基督夏，好，马乌宁爱度过基督夏阿姑只在拉里拜yan，所以你们讲1周是拉里拜拉里拜yan这样子。拉里拜yan，OK， 在拉里拜yan。那你写2周。杜萨应该是杜萨，我下面改了。杜萨是杜萨拉里拜yan，那个没有改。好，那否定句一样也是很简单，就是把那个时态放到杂爱那边杂爱都很好了。嘎乌宁讲杂爱都嘎乌宁，古基督夏古杜萨拉里拜yan，杜萨拉里拜yan。好，谢谢秀兰姐。那很想。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吗？你那个形容词那边有一个阿公，那个阿公有没有？上面有一个逗号，那个也是属于那个什么？亲戚朋友那个阿公吗？亲属名称。在你那个，在你那个什么？你今天铺的那个网，在形容词那个地方有一个阿公。今天po的，你说赖吗？对。我有在赖po东西是赖吗？那个是书写那边。今天有我看到那个阿公那个就是妈形前缀字根参考那个地方，形容词字根无受词那里。他那边那个阿公有一个。阿公是那个，我想起来，阿公是那个，不是那个阿公
是弯曲的，是马阿公这样的。哦，这是弯曲哦。哎，马哦，像马贡的哈。其实我们那边哈是讲马里阿公有一个里哈，里阿公这样，有的部落是讲阿公这样子，弯曲的，对，弯这曲的。是弯曲哦。哎，那我再问一个，azak 呢？怎么翻译 azak？ 马扎就是煮熟了。哦，马扎，哦，哎，马扎扎，哦，好，煮熟。我们那边是讲熟，对。好，就是谢谢。东西煮熟了这样，煮熟了，哎，好。下次都是妈型的哦，都是妈，这都是妈型。对，好，谢谢。所以那个胀也是形容词哦。以胀是干的嘛，干燥嘛，哈。以胀也是形容词，对。那以胀是干燥嘛，胀也是形容词，马胀、马一胀、马一胀都是形容词。好，谢谢。不会，那我看。好，换谁？我看一下。差不多。我来。是我吗？不是，巴洛。巴洛斯其实都是啊，你这个是订正嘛？哦。大哥的。哎，没关系，个圣沮丧。马克思麦杜已经沮丧了。马克思麦杜嘎古杜鲁阿罗米阿，我已经沮丧了3天。Saya itu kesem kaku dulu arumi as， 我已经3天都没有感到沮丧。好，那我刚讲错了，没有关系啊。那个能够先等一下哈，因为那个巴洛斯已经先讲了，我们先说他的 kasem 是什么？沮丧也可以。沮丧啊，心里酸酸的，有点沮丧，垂头丧气的那种样子啊。心酸呢，就是心酸啊，心酸也可以，沮丧也可以啊。好，那就沮丧好了哈。都一样。那妈型的，所以时态的话就 maximidu 已经沮丧了。maximidu。好，那肯定句 maximidu gaku 好 maximidu gaku duru arumias 好，我已经心酸了3天。可以了，我已经沮丧了3天，也可以啊，这个就蛮顺的啊。那否定句的话，否定句会比较不顺了啊，所以肯定句是很顺，没有问题。否定句的话，也就是说哈，你这个保罗，你这样想就好了。你从以前，你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你失恋嘛，所以你一直很沮丧。可是突然有3天你交到女朋友这样子，所以那3天就是你没有沮丧，所以你就可以讲这句话。在这个森卡古杜鲁阿鲁米亚森，杜鲁阿扎鲁米亚古卡金乌海说，所以你就那3天没有沮丧嘛？这样讲的话，那个情境这句话就可以讲了。那个情境就可以融入，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你看就比较不会觉得很怪，只要有那个场景就好了。还有那个场景在这一句就不会感到很怪了。对，所以我刚刚有讲我刚刚有讲说，像我们在对话有时候，如果我们单看这个 PPT， 怪怪的，可是如果我们都知道那个状况的话，其实就不会了。对，就不会。反正kita gula状况还在这个呀。好，我们接下来请努过了，来。法洛，你今天都很悲伤，不是悲伤就是忧伤。我只能找这些名词啊。那个是的。你letengah itu go fokus, letengah itu go fokus aku di Najla
我昨天已经剪头发了。Saya itu galakan fokus aku hanya sila 昨天都没有剪头发了。好，谢谢能够你那个了正正是剪这个吗？剪那它是动词吗？对不对？剪动词里面，剪，哎，所以你们那边剪是用你的看是剪什么？剪头发是指甲，是了正。如果我要然后剪呢？剪东西的话就你塞。那如果我要剪我要剪头发，你的正，你的正，哦你的，正，那这个就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练习的这个不一样哦，也就是被动式了，肯定就是马的整个就被剪，已经被剪，被剪哦，哎。kiriman tuku sanksi nangko anak ko kiso. 你不是悲伤就是忧伤，我要你把 hug。Ya, kini masuk lipak mamak, maman mengait. 对呀，应该是蛮 mak 才哦，是。所以它是 me 型，但是是被动哦。真的，对对对。好，有那个。mengait tu kencen还是patusan tu suka 我 itu. 只是提醒你而已啦。但是我们这边讲是，因为形容词所以这个就不是妈型哦。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讲说那个妈跟咪哦？我就是其实你看哦，很会讲族语的族人，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妈型跟咪型哦？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教啦。如果你没有要教人的话，你不要理解也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去教人，把西番纳都刀，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分清楚我们古咪型动词，我们古妈型动词这样。我们古妈型名词，我们古咪型名词啊，蛮来在。来，那而且其实这个不光是要教别人，因为我们还要考试。考试的话，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所以有两个哈，要教人，然后第一个就是要考试哦。miskin 我记得，所以这个咪妈要分清楚。那这个哦，妈的正这个就不是妈型哦，它是咪型，不过它是被动，咪型被动这样子。妈，这个我们后面应该会讲，后面会讲到。如果我都用沮丧、悲伤，你用快乐跟满目嘛？啊嘛，来吧。哎，好，所以你换一个看看哈。哎。你说你叫我。哎，你可以再换一个。法律坦在说妈型的，哦，不是马藏马里巴，不是妈被动单词换掉就好了。马藏itu aku Najila。哎，这个就对了，马藏对啊。对啊，这样就很顺啦。开心了。哎，阿藏就是形容词啊，阿藏就是形容词啊，马藏那度，后面就随便你哦。Saya itu ke Acang Kago Inocila。昨天都没有开心。好，那这样可以吧？可以啊，我们主要就是说这个，Aku marah mama naik kaki ini aku mali，词根对，然后时态对，这样就好了哦。好，谢谢老师。不会。好 ，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还有一个时态。这个接下来就是未来完成式哦。未来完成式，好，那未来完成式就跟这个未来简单式都一样，它的前面会有一个乌。哦，那我之前有解释过了，这个为什么前面有个乌哈，我待会再说。从这个，哎，我又忘记改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结构这边哈，你的可能也没改啊，你下载这个改一下，就是未来的就是未来这个时间某一个时间之前哦，这个不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因为它是未来的一个时间之前，某一个时间之前，所以我们这边讲说也要努什么时候这样子哦，这个你就自己改一下哈，未来的一个时间之前这样子哦。好，那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哈，乌妈妈安，乌妈妈妈安哦，这是未来简单式。如果是未来完成未来完成式呢，就是乌妈妈妈安度，乌妈妈，我用那个妈安哦，代表所有的东西哦，代表所有可以用的词根啊，乌妈妈妈安度哦，就是未来完成式哦。那为什么有个乌吼？我还是说一下哈，就是虽然我们可能都没有任何意见啊，我还是先说一下，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是否定句啊，因为这个也是部落的耆老所确认过的，就是说如果讲那个否定句哦，我们看 PPT 哦，看这个，像如果我们说在爱嘎马罗来哦。在爱干妈妈如来，如果我们这样说啊，齐老说没有这样说的哦，就是有老师还有一些齐老他们认为没有阿美族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说在爱干妈妈如来没有这样说的哦，那他们会说在爱干乌哦，他们用姑哈，在爱姑妈妈如来，他们会这样讲。在古妈妈如来哈，那你还记得吗？我之前有讲，那个姑其实是被口语化的，它就是嘎乌的意思哈。在古妈妈如来哈，那这个姑就是嘎跟乌合起来的，就被我们把它口语化，所以变嘎乌这样子哦。那这个也就是说哈，也就是说这个乌它既然是合起来的话，在肯定句里面就要去保留那个乌哦，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哦，所以那个什么未来式都有个乌这样子哦，我们再回头看，有这个没关系，我们待会会练习啊。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齐老有认证过是必须要去加一个乌哦，未来式的。好，那我来念一下哈，构词马如来，词组未来完成式哈，乌妈妈如来度啊，乌妈妈如来度就会累了啊。肯定句，乌妈妈如来度经了啊，时间未来的一个时间之前，也还要努嘎拉好干啊。这个嘎拉好干表示这个嘎拉好干不是今天嘎拉好干哦，我们现在是晚上嘛。所以这个嘎劳干是过去了哦。那讲如果我现在哈，我现在讲这个嘎劳干，一定是讲明天的嘎劳干，因为还没有到嘛，还没到，所以这个一定是讲明天的嘎劳干。所以以阿要努嘎劳干，也就是说明天中午之前。好，我们有人举手是不是？这样所以没有办法用独孤吗？一转独孤 Umama kerah tuku liar i ayaw no kalahukan，这样可以吗？哦，可以啊，因为你那个主词嘛，乌妈妈格拉杜这个时态有到就好了，咕什么什么，对不对？古里啊，哎，对不对？对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嘛啊，对，没问题。我太好，我们都开始说的那个，好，那个亚要诺嘎拉好干，如果你看呢，
我们讲说，我现在讲这句话，这个亚要努嘎拉好干，亚嘎拉好干是明天的嘎拉好干哦，因为这个是未来的嘛，这不是今天的，今天的嘎拉好干已经过了，所以不是今天的，是明天的，哦反正也或者是后天也可以啦，反正就是以后的啦，不管哪一天就对了，就以后的，亚要努嘎拉好干哦，是这样子，未来的这个时间。好，那所以我是讲完了吗？好，肯定句刚讲完了，那否定句一样哦。这个稍微你看哦，这个肯定句 umamarorai 哈，那否定句呢一样，否定词放在前面，za do 那个 do 先放哈，za do ga u mamarorai 哈，这个就是需要稍微记一下哈。za do ga u mamarorai 进了，za do ga u mamarorai 哈，这个时态的原本这个 umamarorai do 这个后面的这个 do。放到在的后面，在 do，然后再加一个嘎乌嘎，来 do 嘎乌妈妈如来这样子哦，后面都没变。好，那否定句我讲完了哈，一样这个时间也要努嘎来好干，那这个就很多很多方式可以表达这个未来的时间点之前都可以去表达。好，我们继续哦，来继续练习。我们待会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就复习复习，这样就好了。嗯，法律，你刚刚问的是你已经放了是不是？你已经放了吗？我没有看到啊，没有放嘛哈。你刚刚只是问嘛哈，巴鲁斯。我刚刚是问那个估料可不可以用？ OK，我以为你有写，你已经放了。好像我们编写哈，就是我顺便再提一下那个刚刚巴洛所讲的哈，他说他一定是肯定句了。我妈妈应该是都，如果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肯定句啊，如果我要说他中午以前会去田里啊，我妈妈应该是都行了，或者是加工，那他说什么？他用估嘛哈。如果我说，等下我会放上，等如下我会果放上去。没关系，我先说那个，我是提醒，比如说那个牛哈，中午以前会会去田里的，马铃那我用马铃那我先说明一下哈，我们马铃那是读咕隆，没有，咕隆是普通名词啊，所以它的格位标记用咕啦，所以我刚才说那个保罗他所提的那个是可以的了，哦，好，那只是格位标记的问题而已。好，我们期待这个句型期未来完成式的这个练习。
慢慢来哦，不用着急。好，巴洛已经放了，对不对？那我们请巴洛来念你的例句啊。哎，谢谢。哎，gerak 退潮，我们嘛 gerak 都就会退潮了。我们嘛 gerak 都kuliah i ayau nu kalahokan， 海中午以前就会退潮了。在都高妈妈 gerak 少了6个，等一下我再订正。我直接念，我等一下再订正。念完了吗？啊，然后第二句少了一个妈了，我整句念完了。哎，在都高妈妈 gerak。哎，少了一个。没关系，第二句我再改一下。哎，第一句好了啦，第二句改一下。好。第二句其实你只要加东西上去就好了。知道，我知道了。好，谢谢那个巴洛手。那巴洛这个 gra 这个也是妈型的哈。那这个就是现象，因为这个是自然现象哦，海的一个自然现象，循环现象。退潮 gra 是形容词嘛？那 gra 就是讲的就是海的一种自然状态啊，自然现象。好，那未来完成式呢？词组就是 umamagrahdu 哦 umamagrahdu 就会退潮了。好，那肯定句呢 umamagrahdu ku riar bi'ayanu kalhukan。好，如果我现在讲这句的话，这个 kalhukan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明天的哦。除非我讲这一句是早上讲，那如果早上讲这一句的话，那这个 kalhukan 就是今天的中午哦，因为还没到嘛，早上还没到中午嘛，所以这个 kalhukan 就是指今天的中午。如果我现在讲呢，这个 kalhukan 就是明天的、后天的、大后天的、明年的都有可能哦。好，否定句的话 ，zaitu mamagrahku 少了一个 ku 哈 kuriar 后面都一样，也要努kalhukan zaitu kau 哦 zaitu kau mamagrahku riar。像这一句的话哦，这两句其实都常常讲，就是很合理啊。那语气的话，我想每个部落的语气都不一样了。那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那个 Alex 有在嘛 ，Alex 比较需要的是那个语气的这个听的这个感受哦。像如果我们马格拉海，我们真名就叫做马格拉海啊的语气就是这样。在都高妈妈格拉古里尔会这样讲，我们会这样讲。在都高妈妈格拉古里尔也要努卡拉好干这样子。啊，你那个马丁来是马那样哈，这个就是马格拉海说话的方式哦。Uno magrahay ang iha kunin na nali。哎，在都高妈妈格拉，我们会在都高妈妈格拉古里尔这样，我们那边会这样拉高这样，也要努卡拉好干这样。然后肯定句就又不是了，肯定句我们会讲，因为它是肯定的，我妈妈格拉杜就会这样讲，我妈妈格拉杜古里亚这样。好，其实那个保罗不用修改，已经帮你念好了。好，我的不修了吗？我刚不是已经帮你念了吗？好了，我想说我的修正版弄。好，可以了，你没关系，你修正。那我们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uning 张嘛 uning
很脏。乌马乌宁度就会很脏。乌妈妈乌宁度古基督西亚阿古伊阿要努杜萨阿拉里巴yan。我的车子2周前就很脏了。在爱杜嘎搞妈妈乌宁古基督西亚阿古伊阿要努杜萨阿拉里巴yan。我的车子2周前就不怎么脏了。以上，谢谢。好，谢谢秀安姐。那这边这个一样，因为这个刚刚有讲过构词，那这个我妈妈无宁度就会脏了。好，那我们来看你的肯定句秀安姐，我先问你一下，我先问你的想法我的车子2周前就很脏了。你的所谓的2周前是今天之前吗？ 2周前，对，还是后面2周之前？前面今天的之前，今天之前，2周前啊。那这要变成未来完成嘛因为过去完成。不过我们现在这例句型期是未来完成还没有到的时间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的翻译就是就会脏了，就会脏了。如果按照你这个句子我的车子在后面2周之前就会脏了，那你的车子脏了吗？还没。如果说你的这一句是已经脏了2周了，对不对？已经脏了。可是这个未来完成式是还没有脏因为还没有脏，所以在以阿要努杜萨礼拜就是说，这个可能要怎么讲？可能要换，就是说2周后之前。这样又有后又有前，就会不好表达。所以你是说就是下礼拜之前呢？下礼拜下礼拜之前。anu cira礼拜。不能讲也阿要。还要讲也阿要喏。也阿要喏。anu cira礼拜就是下一周。也阿要努anu cira阿礼拜。anu cira阿礼拜，这样就可以了。那就是未来式阿要努anu cira阿礼拜。anu cira阿礼拜就是下一周嘛，下周。但他之前我的车就会脏了，因为你是算命的嘛，你会算。你知道你的车子在下周之前会脏，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是说，你知道你会去那个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吗？洗车去冲沙有没有？开那个吉普车然后去冲那个沙。那对啊，现在很流行嘛，去冲那个沙一定会脏嘛，所以你就说因为我那时候我下礼拜就要去冲沙，所以我知道我妈妈度过，就是我的记录下就会脏了，我的车子我妈妈度过就会脏了，但是还没有脏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要干嘛，所以我知道那时候就会脏了，这样子，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以阿要努阿吉拉阿礼拜阿礼拜。还下礼拜之前呢？因为你不是硕士毕业了吗？你老公要带你出去玩，所以你车子会脏。对，去了阿礼拜。下礼拜之前你的车子就会脏了。会脏了就会脏了就会脏了。下礼拜之前就会脏了。好像日本硕士。好，那否定词这个也是，其实都是一样了那我们赶快10分钟，我们赶快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好了。
有妈妈姥姥都古法鲁这里阿里伊阿幺努嘎拉比安，礼拜之前然后你有妈妈姥宁拉古马吉吉海阿里龟宁拉伊和勒努嘎达兰，阿里克的心情晚餐以前就会纷乱的，因为他下班后将会看见他的衣服破掉。在都高妈妈姥姥古巴鲁这里阿里阿幺努嘎拉比安，然后你有妈咪巴弗里古伊纳尼阿里伊吉纳安都保罗海阿里龟伊和勒努嘎达兰。阿力克的心情晚餐以后就不会纷乱了，因为下班后阿力克的妈妈将会送他新衣服。好，谢谢 Alex。每次 Alex 都会给我们很新鲜、还都没造词去，很新鲜的那个。其实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生活常常会说到的，所以其实很厉害哦。像会讲的，好像都不会想到这些事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最后的8分钟，我们赶快把它讲完哦。好，那个一样也是词根就是绕绕，那构词就是马绕绕，那未来完成式的时态就是我妈妈绕绕度哦，我妈妈绕绕度就是就会心烦了，不发如转哦，就会纷乱哦，妈妈绕绕度不发如转，心就会烦。好，那我妈妈绕绕度不发如转，你阿里也还要努嘎拉皮安，所以这个嘎拉皮安，如果我们现在讲这句话，这个嘎拉皮安。指的就，因为我们讲说未来完成式嘛，那就是明天的晚上了。哦，讲的就是要讲后面的嘛。那中文翻译，我们先看他的翻译哈。阿力的心情，晚餐以前就会纷乱了。哦，那我这样说哈，虽然我们会讲说，比如说像 Alex 这句啊，阿力的心情晚餐以前就会纷乱了。有两个状况，一个就是我在描述一件事实，那这个 Galafian 这件事在明天晚上之前才会发生。哦，发生什么？就是阿力的心情乱这件事。哦，什么时候发生呢？在明天晚餐之前。哦，那我刚刚说有2个嘛，我就在讲一个事实。其实我也可以再描述一件事哦，就说这个 Galafian 可能是就是我在讲一个故事，它不是说现在发生的，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我只是在讲这个故事，描述这个故事，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讲。哦，就是当时，那时候阿力的心情在晚餐以前就会纷乱了哦。那表示是什么？其实它不是现在，是以前的事，只是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描述，这个也是可以哦。这个可能很难理解啦，不过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用描述现况事实。那这个嘎拉菲安，那当然就是明天的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哈。那喊你我妈妈阿绕哈，这个也是要用这个未来式的这个方式哦，未来完成，就是不是，就是未来式的方式去讲的哦。我们马绕宁了，这个未来简单式哦。我们马绕宁了，马吉吉海阿里过吉吉，这个有没有喉摄音？吉吉，哦，知道不确定。姐姐有H 有。那哈尼我们马绕宁了过马吉吉海里过，马吉吉海阿里过，好。宁了马吉吉海阿里过宁了，ihrakno katayaran，好。下班之后会看他的破掉的衣服，他破掉的衣服，这个就没问题。第2句其实也没问题哦。那第2句其实用这个现在简单式就可以了。因为应该是
未来简单式了。我妈妈阿绕，ningraku mati cahaya ariku ningrak iharakno ketayaran，iharakno ketayaran 就是ketayaran 是工作，工作完成后，工作完成。iharakno ketayaran 这个也是 ketayaran，过去了。这个其实我会觉得我不会这样用了。iharakno ketayaran 工作完成了。没关系。像 iharakno， 因为我们也会像下午我们也会讲说已过了，或者说 iharakno 刚才好看，他讲的就是一个时间了哦。所以这边的话，因为我是看这个中文的，因为他下班后这个就是一个时间嘛哦。这个下班后指的是一个时间呢，就是这个 iharakno 刚才好看，他讲的是一个时间段哦。好，你讲ketayaran呢？对啊，不是这个哈ketayaran。工作完后，工作的时间呢？有没有？我们之前好像在第一期的时候，我们有讲过这个。有 ketayaran 就是工作的地点或者是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场所，有两个场所或时间这样子。不过我们比较习惯这个 ketayaran， 我们比较习惯是讲地点，对不对？对。我们的习惯都讲地点，不过它其实还可以表示时间，它可以表示时间这样子。好，我们只是不习惯了。所以我刚刚也是一直讲地点，可是其实看到那个中文之后，哦，它是一个时间啊，所以这个工作的时间之后，好看就是下班嘛，下班时间这样。那否定句其实就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只要搞定那个就好了，就是否定词这种在 ai do ga u 这边有确定就好了。Saya tu kau mama rau ku kalau tuan hari ke ayaw no kalakian， 好，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这是否定的哈。那后面呢？那我mami pa free ku ina你呢？我看一下啊。那你这个也是未来的简单式哈。因为为什么变成妈咪哈？因为这个咪巴弗利是咪型的，所以变成妈咪。妈型的就是妈妈，咪型的就妈咪这样的。那只要有用到这个的话，就是未来简单式。我伊那尼阿里伊金拉安哦，这个是受词，一都搞了海阿里过。好，这个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那刚好我们讲完哦，不过我们没有复习到，也许我们就后面的时间再来做复习哦。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哦，今天上到这里，那一样的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直接在我们的赖群去发问哦。我能够Ida to ya concern pa na ako mapapa. Mahiyag ako. 还，那这个更正的，就是我刚刚念过的哈。那谢谢巴鲁斯的那么认真哦，还特别去更正一下。好，Dami din nga ikiran pasupanano tsara. 好，那 Nukul 的这个我看一下，那么这 last 古阿罗，然后你，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好，我们 last 度古阿鲁阿里阿 U 是什么？
写错了啦，阿路啦，写太快。啊，阿路，好河边。好，一样哈，就是我就很快速的念，因为时间到了，我们 matsas 度就会暴涨 matsas 哈。那否定的话，在 ai 度加 u